要做啥？你把口干了淡淡。无啊，哪有啊？看到你有烦恼干的，现在跟我就感动的，是安怎才好？咱真正介意就对了。谁人捌爱过你？如今对咱来讲，已经完全无意义。我嘛是啊。你在遐尼遥远是倒一年？你咱就怎会时间会感动天？讲予啥人来欢喜？为着顺啥人的意？不过是用言语来安慰自己。我想要深啊深深揽着你，你心跳的声才上真实。不管过去你是安怎，也是未来安怎变化，只有爱，咱会当来放弃。我无怀疑我的心内，也有你对阮的爱，我情愿付出我全部的。